我同意。真的？哎呦，太好了！哎，英哥，那接下来2位翰林学士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，能摆平一个，就能摆平俩。事关重大啊，自己干好自己的事情。哎，童哥，到时候你给我望风啊！没问题。哎，我们大家陪你一起去，要是你失手的话，我们能帮你一起逃脱。哎，水哥，我可是从来没失过手。阿卜杜，我跟你说，一会儿可就看你的了。哎，看谁来了？阿卜杜也入伙了。我给你找了个帮手，阿卜杜身宽体胖的，好给你揣东西，怎么样？好啊，过来。还行啊。哎，别动！阿卜杜，你现在要若无其事。若无其事啊，面带微笑，然后转身过来，微笑。转过身来以后，立刻怒目而视。你看，怒目而视。对。哎呀，哎，过来。童哥啊，你给示范一下，怒目而视。怒目而视。哎，怒目而视。好，开始啊。看到没啊？耶！嘿嘿，不错啊！眼睛再睁大一点。啊，再使点劲儿，使点劲儿。耶！再凶一点。耶！哎！咋了？我觉得心里有些别扭。为啥？咋说也是偷窃嘛，并非君子所为啊。哎，你别刺激我好吗？我这么做是为了大家。水哥，要不这样吧，你要是实在觉得心里别扭，等咱们用完了，咱们再把东西还回去。哎，要还你还去啊，那不叫还东西，叫自投罗网。人家正在找贼，贼自己送上门了。那我不去了。哎，水哥，哎，你别冲动。水哥，你别这样，他也是为大家好。铁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别生我气好吗？生气就不去了。走。铁哥，一会儿你一定要小心行事，我们大家会帮着你，到时候阿卜杜会帮你把东西收好，记住了吗？水哥，你又怎么了？水哥，怎么了？哎，我们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去文宝斋就得路过这儿。从来就把我的话当耳边风，我看你这样子就来气。这儿没你的活干。这样我真能喂吗？你让我试试吗？来人啊，把这小子给我打出去！好，哎，走，哎，走。真的？啊，不过这个老板可横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看什么看？快走，快走！看什么看？走啊！走就走，那么凶干什么？哎，你看，哎，水哥，怎么了？要不要进去和他们闹？算了，别惹事了，走吧。走好。走。近啊！进去咋办？见机行事嘛。进。走。哎，笔墨纸砚各来一份。好，各来一份。咋了？不卖吗？不是，笔有规格，墨有软硬，纸有尺寸，砚有名贵平常之分。知道，我们要最好的。哎，
我呢是翰林院翰林学士李太白的书童。李太白？嗯，是那位文采风流、鼎鼎大名的李太白？哎，正是。哈哈，怎么，不信吗？啊，不敢，不敢。李学士呢，专门让我来你家店里置办一套文房四宝。哎，哦，啊，是不是啊？他知道我的这家店啊，我们找了好几家，好像只有你家最像他说的。啊，不过我们也许走错了。哎，水哥，走。哎，别走，回来。哎，回来，走错了。回来。哎，没错。没走错。没错。没错，能给李太白做书童的啊，那一定是少年俊才呀！啊，请问这几位是？啊，李先生呢，好诗好酒，好剑术，这你是知道的。这几位是少年侠客，精通剑术，经常与李太白喝酒论剑，是吧？听说我要置办一套文房四宝，就特意陪我来了嘛。哎呀，买个东西这么麻烦，赶紧，快把东西拿出来！啊，马上，我这就去拿，请各位少年俊才品鉴。快去！哎，看啊，狼好羊好，长风短风，每一只都是上品。哎，李学士最喜欢长风了。哦，哎，墨呢？纸呢？砚台呢？哦，这就来，快去！这是墨啊，还有，砚台。哎，砚台。我这纸啊，那是这个地方最……我看看啊，哎，看这个，这还不错啊。我刚才明明拿出来的是4方砚啊，怎么少了1方？啊？哎，你们几个谁拿了1方砚？谁啊？你们谁拿了砚了？没有啊。店主说我们拿了1方砚。哎，谁拿砚了？哎，就是他！对呀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他！啊？哎，光天化日，你怎么血口喷人，诬赖好人呢？是啊。哎，你凭什么说是他拿的东西啊？我想起来了，刚才我拿出来的就是4方砚，就是他拿了。你让他过来。啊？让他过来？你要搜身呐？不搜身也可以，他主动叫出来也行。哎，没拿东西，怎么往出拿呀？有，你让他过来。有没有啊？没有。哎，你听见没有？他说没有。你过来。哎，你是不是想来刀子啊？你，算了，不买了。什么破店呢？找一家好店，有钱都不赚。走。什么破？走。哎，老板，舍财免灾，你知道吧？舍财免灾啊！这不是强盗吗？上品，还有这个，还是上品。哎，就这1方砚，你那一袋钱都买不来。水哥，你看看。水哥，你咋了？咱们这回不是偷了，成抢了。水哥，都是一样的，你怎么又……我就是觉得那个店主挺可怜的。是啊，我也挺可怜那个店主的。那要不，等咱们用完了，再让铁哥偷偷送回去，行不行？哎，铁哥呢？哎，对呀，铁哥呢？路过那个瓜州客栈的时候，一婶婶溜进去了，她不让我告诉你们。
哎，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来来来来，铁哥，来，你们看的啊，全是好东西。银哥，你在酒坊肯定知道，看看这灌酒，看看，正经的郎官清啊，拿它招待李白，绝对好使。太好了！水哥，这可不能算是偷了，这叫顺手牵羊，跟你报一箭之仇，狡辩吧你！好家伙，不去不知道，一去吓一跳啊！外面看着不咋样，里面尽是好东西啊！我摸进了2楼的一间屋，从酒柜上拿的这些东西，我没贪心，就拿了这几样，里面说不定还有更好的。哎，这回算是踩个点儿，以后啊，啥时候没钱花了，就到那儿取去。水哥，你可别说我呀，我确实是想替你报复他们一下。你要说我的话，我就去撞墙去啊！我说你是好兄弟，成吗？真的？哎，真的，这就对了嘛。哎呀，说话呀，姐。说啥呀？姐，我们说了一大堆，你一声还没吭呢。你们说了一大堆，我咋就没听见呢？啊？没听见？不会吧？再说一遍呗。姐，你是故意拿捏我们吧？我想听水哥再说一遍。水哥，没办法，我姐想听你再说一遍，你就再说一遍吧。你真没听清啊？我真没听清。你是故意的吧你？就算是故意的，我就想听你再说一遍，不行吗？水哥，赛马，你说呀。算我求你了。算我求你了，一点也不好听。哎呀，姐，水哥是替我们大家伙来求你的。大家伙，我才不稀罕呢。2个翰林学士呢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攀上的。对呀，为了老鼻子姐。哎，其中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李太白。李太白、李太黑，我更不稀罕了。哎，我没辙了，水哥，我姐稀罕的是你，你说吧。赛马，我们不是陪食客，我们就是请2位朋友。你们请朋友，为什么非要我倒酒呢？人家就是想见你嘛。对啊，人家为什么非要见我呢？你说呀。人家觉得你美，长得漂亮。啊，好，说得好，人家就是这么说的，我作证。我不稀罕那个人家，更不稀罕那个人家说我漂亮。啊，我又说错了吗？哎呵，我漂亮吗？漂亮。一边去。哎姐，漂亮吗？啊美吗？啊！这还差不多。姐，你答应了？谁说我答应了？你都拧水哥的脸蛋了。对啊，要不你也拧我一下？耶！好。不会不来吧？应该不会吧？那怎么还不来啊？是啊。来了！我说话算数，如期而至吧？够意思，我们也说话算数。已经恭候多时了。好，请。哎，别急，不是还有一位吗？对呀，对呀，那位李太白，李学士的。他随后就到。咱们先请吧。哎，要不要留人等候啊？不用，他是这儿的熟客，轻车熟路。为了请2位学士喝酒，我们几个兄弟已经准备了整整3天呢。是吧？
那一定是一顿好酒菜啊！那是当然，请请。请。走。好啊，好啊。行。哎，水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他咋还不来啊？就是啊。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来了，哎，来了，还是那位啊？为啥？说随后到。行，迎客。恭候多时。多谢多谢。请。请。胡姬，啊不，赛马姑娘。她就是赛马，我们也说话算话吧。好，请。郎官清，好酒啊！专门为您和李学士准备的。好，那还不赶紧开酒？哎，慢！这罐酒啊，来之不易，我们要等李白、李学士来了再开。一定要等啊！对啊。要等。啊。你们还没看出来？哎，我就是你们要等的李太白。啊！不可能吧？哎，学士帽、宫锦袍，还有这龙泉剑，每一样都是真的。哎，赛马姑娘，为我添酒，和我喝一杯。郎官清真是好酒啊！哎，你们怎么还不坐？你们不敢跟我李白一起喝酒吗？这翰林学士倒是真的，不过，是不是李白，我可不敢肯定。是不是李白？这喝着说着，就8九不离10了。对。管你是真的假的，咱们豁出去。来，坐。我先来。这明人不做暗事，我就跟你说吧。为了结交你这位翰林学士，我们几位兄弟是煞费苦心，倾其所有，为的就是结交你这位朋友。今天，要是认我们几位兄弟，就把这杯酒干了。认还是不认？认了。痛快。铁哥，这个说实话啊，你是不是李白，我们将信将疑的。看出来了。哎呀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见面不相识啊。哎，这话怎么讲啊？我李白跟你们有缘，可你们是有眼不识金镶玉。哎，你这是在欺辱我们。是啊，他把我们当成傻子了。铁哥，非也非也，我此话并无恶意，我只是说我李白真人在此，却无法让你们相信，我也是无可奈何。哎，英哥，我们有什么办法才能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李白啊？是啊。真金不怕火炼，真人不怕试验。是不是李白？试验试验就知道了。怎么个使法？我出题，你作诗。好主意。行，这有何难呢？你出题。
做一首诗。嘿嘿，好。何处可为别？长安青倚门，胡姬台素手，严客醉金樽。怎么样？这酒我能喝了吗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林哥，人家做成了，真成了，真成了。那喝吧。喝，来喝，来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你既然是李白，自然知道有个叫王勃的吧？比你如何？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好诗啊，可惜啊，是少了点儿。哎，人家死得早嘛。天妒英才啊！那个陈子昂呢？他是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好诗，眼泪多了点儿吧。我是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？谁高谁低，你们自己评判。哎，这人太狂妄了，把谁都不放在眼里。我听说大人物都是不显山不漏水的，这个人咋看也不像李白呀。再把点酒，慢，纤纤素手，纤纤素手啊！落花踏尽游何处？笑若胡姬酒肆中。可惜啊，我李白不再是少年，纵有银鞍白马，也难逢得意春风。只能醉倒酒肆，笑对佳人，也自愈了。七哥，好你个假李白！你要干什么？你的手犯贱，剁了算了。剁了！别害怕，这手我是不会剁的。我确实想试一试，你到底是不是李白。试出来了，正在试。这李白精通剑术，他的剑应该不是摆设吧？还行吧。来吧。
走慢了。是啊，年轻人好剑法。承让。哎呀，带上我的剑，走吧。哎，这酒还没喝完呢。你们的酒不好喝呀。金哥，是真是假呀？不知道。啊，打了这么老半天还没试出来啊？对呀，这真假李白没有试出来，倒是得罪了个翰林学士。是啊，我这笔墨纸砚都没用上啊。哎，不会的，只要他是真李白，就能用得上。那咋能知道嘛？我们跟着他走，他要是进了翰林院，那就是真的。走，走。要怎么？去！我去了。去啊！哎，兄弟，那位是李太白。糟了，咋样？是真的李太白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完了，好不容易攀上了，还让咱给搞砸了。这回他呀，再也不会去波斯酒楼了。会的。来，这是什么？他上马之后我取下来的，这可是他的宝贝啊！他会回来取他的龙泉剑的。行啊，铁哥。行啊！哎，那当然了，这回咱呐，可就全靠他了。7天了，7天了啊！他可真沉得住气。他不会来了，我敢肯定。为啥？银哥，你这么能论说，你就不动脑子想想？我动了呀，我就是因为动了脑子，我才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你把脑子动歪了，咱呐都把脑子动歪了。听我来论说论说。行。咱以为这把龙泉剑是他的宝贝，他会来取，是不是？错，咱们都想错了。为啥？龙泉剑没有斗过蛤蟆剑吗？丢脸了吗？依我看呐，他能自己花钱去打一把新的，也不会来取这一把了。为啥？他要是来取，那不就是，啊，银哥，这话咋说？自取其辱。对，他能来自取其辱吗？7天没见人了，干什么去了？刀剑铺打新剑去了呗。铁哥，你别说了，这事儿都怪我，咱想攀人家，就不应该赢人家。都怪我没有管住自己，害得大家白白浪费这么多天，还浪费一桌酒钱。真假倒是试出来了，可是正经事没干成啊。我当时就说怕出事儿嘛，啊？水哥说不会的呀。咱们不是担心他受伤吗？这也没伤着啊，没伤着皮肉，伤着自尊了。像李白这样的大文豪，自尊比什么都重要。狗屁！输了剑就伤自尊了，那也太自尊了吧！咱们几个输给水哥了，结果呢，成了哥们儿兄弟，咱们没自尊了吗？没自尊了吗？还不是自的、尊的，赢得起，输得起，那才叫自尊。人家是李白啊，大文豪，翰林学士，你是什么呀？大文豪咋了？啊，翰林学士又咋了？啊，那更能输得起才是啊！什么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，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？银哥，我没记错吧？啊，都是吹牛放大屁的。
听起来豪气冲天，实际上是小肚鸡肠。说起来夸夸其谈啊，真地到市里边就成狗熊了。哎，金哥，咱用不着为这样的人费心劳神，也犯不着伤心难过。就这种人攀上了也靠不住，咱得找人，找一个真有能耐的。水哥，你说呢？哎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说了呀？不比银哥差吧？不差，不差。怎么样，银哥？哎，服啊？我跟你说，近朱者赤。哎，童哥，这银哥呀是嘴上不服，可他心里头已经服了。哎，你看到我心里了？爱承认不承认，反正你心里面肯定服了。好了，这把剑呢，就归我了，来也不给了。哎，金哥、水哥，你们有空多教我几招，艺多不压身嘛。啊，没问题。银哥，这笔墨纸砚就归你了，只不过啊，我给你去弄。哎，说不定啊，你以后也能出口成章，成李白了。到时候皇上一句话，你就进翰林院了，就成翰林学士了。咱们呀，谁也不攀，就攀你，怎么样？哎，你别学那个李白啊，小肚鸡肠的。哎，不会，嘿嘿，你也用不着攀。我要是当了官儿，第一个举荐你去边关领兵，不用征战沙场，不用流血牺牲，带着你的将士去做梁上君子，专去敌营偷取敌人的兵器。嘿嘿，如何？哎，你别说，这也是条成就功名的好门路啊！啊，对，就这么定了。去。哎呀，大鹏一日红风起，不要直上九万里。谁在吟我的诗啊？哟，哎呀，我们正在说你的坏话呢。我爱听，继而言之。我们说啊，说你小肚鸡肠，不够朋友。哎，铁哥，为什么这么说呀？我们一直在等你。7天，足足7天。7天呢？等我做甚？喝酒，还是斗剑？随你挑啊，随你挑选。是啊，真的，真心实意。真心实意。好，那咱们喝酒，酒钱我出。一言为定。好。来，喝酒。干！干！先生，您跟皇上还有贵妃喝酒论剑，啥滋味？对啊，啥滋味？啥滋味？乏味。是不是啊？怎么会呢？还有就是无聊。真的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不可能吧？你见过贵妃娘娘是吧？哎，那贵妃娘娘真有传说中那么漂亮吗？有吗？说是漂亮，确实很漂亮。到我的家里，跟咱们赛马姑娘一点也不差。是啊，那也不怎么样嘛。喝酒，来喝酒。李大哥，那高力士可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啊，那宰相见了都得让3分。那给脱靴的滋味儿，哎，是不是飘啊飘啊，像腾云驾雾一样飘到天上去了？是不是？对啊。嘿，我才不稀罕呢！我跟你们讲，那是人间稀珍，宫廷特产。嘿嘿，要不是当着皇帝的面，我一脚把他踢出去。该踹该踹。哎，李大哥，我说句正经的，那你说，你这提笔成文，出口成章，又在皇上面前，那你就天天写，使劲写。这皇上一看，有才，怎么着？升官啊！这皇上再一看，太有才了，再升官。你这没几个月，那就升到顶了，已经不能再升了。那再升就超过皇上了嘛？哎，那你到时候是不是就功成名就，可以吆五喝六了？到那个时候，就可以提携咱们几个兄弟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来，喝酒，来，干！我们说错了。
怎么了？你们想得很天真，说的也很有趣，但你们说到我的痛处啊！不会吧？我跟你们这般年纪的时候，想的和你们一样，写诗作文就是冲着功名去的。7、8年前，我来到长安，干的也和你们现在干的一样，找王公托显贵，给皇上献赋，给公主献诗，可谓是挖空心思，就想弄个一官半职，好报效朝廷，建功立业。可结果呢？嘿嘿，太有才了，李白你太有才了，好听的话说了一大堆，一官没给，半职未就。我就这么灰溜溜地离开了长安。不会吧？ 2年前，皇帝亲召我入朝，我觉得机会来了，可以时来运转了，于是写下了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那样的狂言。离家别舍，登舟踏水，2进长安。哎，这回我学聪明了，写了一大堆的诗文歌赋，字字阿谀奉承，句句拍马逢迎。好，皇帝夸了，哎，贵妃笑了，我想总该有个机会了吧？是啊，没有，不但没有，反而要把我逐出宫门。啊，这也太过分了！为啥？世间都嫌功名好啊，反被功名戏弄了。可悲吧，可叹吧。那些诗赋文章，就都白写了？奴才的文章，犯贱的诗篇，一文不值。费尽心思，不惜犯贱，只想当好一个奴才。哼，当不好，那什么，浑身有刺，藏不住。有人进谗言，皇帝听了，也信了。就给了我一个赐金放还的待遇，嘿，也算是天大的人情喽。赐金放还？赐金放还？是什么意思啊？给点钱，滚蛋！啊？这太过分了。对啊，这皇上也太霸道了。是谁进的谗言呢？我们去卸他一条腿，给你出这口气。对，我帮你出气。进谗言的人会让你知道，你会和那样的小人计较吗？不就是赐金放还吗？好，随他去吧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已经离开了翰林院，这2天寄居在一家客栈，几天以后我将离开长安，做一个天涯客、飘蓬人。今天来波斯酒楼，一个是和你们各位辞行，第2个拿回我的剑。哎，铁哥，去拿剑。来，李大哥。这把剑跟了我几10年了，它远不能赴疆场破贼饮血，剑不能斩杀孤芳小人，就是个摆设。你们不要学我，你们少年气盛，来日方长，我想你们会有很多机会的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我觉得我这2句诗还是适合你们的。先生，何不把这首诗写下来呀？
哎，对啊，对啊，写对呀，下来。写下来，写下来，写下来，接下来，写下来。好，笔墨伺候。纸已备好，我胡子，请。请。走。请。写的真不错啊。云中来，风未歇，云遮风锁生死劫。少年郎，青兰诀，书法策马生风雪。斗酒十千，世间斗酒，一言而尽，这男儿潇洒。纵马万里，万里纵马，一骑穿云霄对繁华。九重门，刀光烈，肝胆相照自豪杰。胡旋雷，寻孤雁，善恶不待天地缺。